平安，真欢喜，伫寒冷的日子，咱又会当来到上帝院所内面来敬拜阿拉主。咱知影这是咱一生最大的祝福。消息报告：第一，今仔日圣诞节日举行圣餐以及洗礼式，敬请兄姐有备心，恭守圣餐纪念主，也恭喜受洗姊妹林琼坚、肖春芳、王永桥、曾千琪。 一同进入上帝的家中。第二，今仔日颁发敬老礼金，祝福中青兄姐新年蒙恩，身心强盛。第三，个人奉献柜的奉献编号位置，后尾摆就是1月初开始，将会有一寡小小的调整。新年度奉献地也已经放入伫奉献柜中，请兄姐伫年底前。 将个人奉献柜的收据、奉献地自行带走处理，感谢各位兄姐配合。第四，年终感恩祈祷会定伫12月31日拜六暗时8点到10点半举行。本周12月28，线顶祈祷会暂停一届，敬邀各位亲爱的兄姐，当来诉说上帝赐咱一年来的恩典，并一同仰望上帝赐恩带领未来新的一年。第五，1月18礼拜日下午2点半，台南虎声合唱团以及台中国际合唱团将伫教会1楼联合演出的音乐会，指挥心新钦博士，票价300块。 一届买10张有8折的优待，也会当向牧师娘来洽谈。第六，1月14拜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，全国祈祷网络举办这场线顶组织报名费，每人300块，教会补助一半。要参加的兄姐，请自行上网络报名缴费。 搁再正向办公室同工申请补助。以上报告，敢有补充报告？下面的时间，咱交敬拜团。各位亲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伫寒冷的天气，咱可以当做伙来组织。 请咱向咱倒边正边的兄弟讲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感谢主，伫过去的2个暗暝，咱看见上帝伫咱当中真美好的恩典，引带真侪兄弟姊妹、真侪亲朋好友同齐组织伫教会当中来庆祝圣诞，庆祝耶稣基督为咱来出世。咱感谢主，因为这是上帝赐予咱上好的礼物、上大的恩典。 只是请咱同齐起立，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咱着用感恩的心、欢喜的心，咱来诉说主耶稣基督赐予咱的恩典。天父恩典真正大，日日来引带咱的脚步，互咱会当向前来行，对伊来行，永远无亚线。咱同齐用这首诗歌诉说上帝的恩典。 并且伊拢会做伴，咱着诉说伊的恩，历历永存。好在的感咱变正欢喜，欢乐变福气。伊着较引带，互人恩典拢无煞。 推咱的心看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开声应声，好天地拢总相加欢喜，天父恩典真正大，日日来带。 风迎也并且。
你永有存，好在迄艰难变正欢喜，欢乐变福气。伊着较因带，好人稳定拢无散，开咱的心看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开声音声，好天地拢总三甲欢喜。这时请咱同齐开嘴来祈祷，来向上帝献上咱的感恩，献上咱的恶乐，要将荣光归给上帝。咱同心开嘴来祈祷。听从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所受了美好稳定，互阮的人伫当中看见上帝，你引带阮，拄着你引带阮的活命，会当经历上帝你的疼痛，经历上帝你的拯救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的心要用你来感谢你陪伴阮一生，感谢你互阮的一生会当来跟随你，阮的一生会当经历上帝你圣灵的引带和看顾，阮的心都无惊吓，阮的心都无震动，因为阮知影上帝你甲阮同在，阮会当赢过这个世界，赢过这个死亡的权势，阮会当伫上帝你的稳定当中，经历上帝你完全的听，完全的稳定，我们何乐感谢来归乎你，因为只有你是至高的主，只有你伫万活命当中引带阮，让阮的心就来到你的面前，每一摆何乐你，敬拜你，哈利路亚。天地稳定真正大，你来引带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伊拢会做伴。咱着所生伊的稳，你永有存。好在迄艰难变正欢喜，欢乐。搁一摆来唱天地稳定真正大。天真正大，你来引带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伊拢会做伴。咱着所生伊的稳，你永有存。好在迄艰难变正欢喜，欢乐变福气。伊着较引带，互咱稳定拢无散，开咱的心看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开声应声，好天地拢总三甲欢喜，着较引带。伊着较引带，互咱稳定拢无散，开咱的心看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开声应声，好天地拢总三甲欢喜，好天地。好天地拢总三甲，好天地拢总三甲欢喜，好天地拢总三甲欢喜。咱拍鼓啊，将荣光感谢归予咱的上帝，感谢主，阿拉主。听这请坐，咱感谢上帝的恩典。互咱会当伫礼拜日，每一个礼拜日，咱拢会当来到伫主的面前来敬拜、来学乐。伫今年以及来到伫最后一个礼拜日，咱心中悠然充满感谢，因为咱知影上帝的听，甲咱三个同在。上帝的听一直拢引带咱经过每一天，经过每一年，互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咱就用虔诚的心来到伫主的面前讲。主啊，阮要来高举上帝你的名，阮要来高举，要来，互你的名伫阮的活命当中，伫阮的一生当中，
得到荣光。阮就用这首诗歌来高举上帝的圣名。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，你献上我感谢，你为着我的罪，定是你世界，流出你宝血，为我。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，你献上我感谢，你对时来过我，赢过死亡权势，收拾我命。主我要高举你生命。到永远远远，你手术奇妙的疼痛，白白赐予世间的人。主我要高举你生命，对大地到永远。搁一摆当咱，搁一摆来唱这首诗歌的时阵，咱用祈祷的心，用敬拜的心来到伫主的面前。咱要笑念上帝为咱拍破伊的身躯，就是迄位耶稣基督为咱来出世，互咱得到完全的拯救，永远的拯救，互咱的活命会当伫上帝疼痛当中，永远踮伫伊的同在内面。永远无惊吓，咱就用感恩的心、敬拜的心，搁一摆来吟唱这首诗歌，笑念上帝奇妙的大能，伊的恩典甲咱同在。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，你献上我感谢。你为着我的罪，定是你世界，流出你宝血，为我。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，你献上我感谢，你对时来过我，赢过死亡权势。收拾我活命，主我要高举你生命，对大地到永远远远，你手术奇妙的疼痛，白白赐予世间的人。到永远远远，主我要学你，主我要敬拜你，对咱到永远。主我要高举你生命，对大地到永远远远。收拾奇妙的疼痛，白白赐予世间的人。主我要高举你生命，对大地到永远远远。主我要学你，主我要敬拜你。到永远，主我要高举你
对大地到永永远远。你手术奇妙的听透，白白赐予世间的人，主我要高举你性命，对大地到永永远远，主我要学了你，主我要敬拜你，对大到永远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学了你，对答直到永永远远，你永远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仰望，用阮的一生要来学了你，用阮的一生要来跟对你的脚步，用阮的一生要来敬拜你，高举你的性命，用阮的一生要互你的名伫阮的活命当中彰显你的荣光。阮感谢你。愿你亲自引带阮每一天的脚步，互阮伫你的面前永远无惊吓。兄弟，请咱同齐起立，咱做伙用诗歌，搁一摆要来仰望咱的上帝，回应咱的上帝的听，回应上帝对咱的救恩，互咱的活命会当每一天来跟对伊，一世人要来跟对伊。是阮所算家己的日子，予阮得着智慧的心，因为伫你看前面亲像过昨暝，搁亲像困一醒，愿一生看口只有乐苦甲忧愁。紧紧过去，无留啥物，求你早起时，用你慈爱充满阮，予阮一世人欢喜。愿一生要跟对你，阮的心献就予你。愿一生要跟对你，幸无你，甲你徛起。愿一生看到只有乐苦甲忧愁，紧紧过去，无留啥物。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。光显明，求你加是阮所算家己的日子，予阮得着智慧的心，因为伫你看前你亲像过昨暝，搁亲像困一醒。愿一生看口只有乐苦甲忧愁，紧紧过去无留啥物。求你早起时，用你慈爱充满阮，予阮一世人欢喜。愿一生要跟对你。心献就予你，愿一生要跟对你，幸无你，甲你徛起。愿一生看到只有乐苦甲忧愁，紧紧过去无留啥物。求你的
亲爱兄弟，这时咱搁一摆来到伫做面前，要来祈祷，为着咱过去的一年，咱来到伫做面前，要献上感谢，好，咱会当数算家己的日子，就知影上帝是怎样疼咱，是怎样引带咱每一天的脚步，嘛为着咱未来的一年，咱要来向主来献上祈祷，求上帝引带咱，互咱会当亲像诗歌当中所宣告的，咱一生。要来跟对上帝，咱一生要献上给上帝，将咱家己、将咱的家庭完全交托伫上帝的手中，互上帝来引带咱每一天的生活。咱即时来到伫做面前，同心开嘴来祈祷。听咱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愿你来引带阮每一天的脚步，阮会当知影，阮会当晓得上帝你的疼痛。上帝，你的拯救，上帝，你的听永远无改变。所以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来讲，上帝，你是奇妙的救主，上帝，你引带阮，把阮的活命，无搁再亲像古早共款，无搁再亲像无信主以前共款。阮的活命会当来到你的面前，阮会当讲，阮有一个新的活命，阮经历上帝你所赏赐阮新的恩典。每一天，阮要来跟随你；每一天，阮的心献上予你；每一天，阮的一生拢要来跟对上帝你的脚步。求你来引导阮，数算阮家己的日子，互阮会知影上帝你所赏赐予阮智慧的是怎样来运用每一天的生活，运用每一天的生活，来经历上帝你奇妙的大堂。主啊，求你引导阮，我的画面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讲上帝。是主，是阮永远的主，互阮的心要来学乐，要来经历上帝你的恩典，经历上帝你的疼痛，愿你的画面伫阮画面当中显明出来。感谢你。是阮所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因为伫你看千年，亲像过十年，搁亲像困一醒。愿一生看靠，只有乐苦甲忧愁，紧紧过去无留啥物。求你早起时用你慈爱充满阮，互阮一世人欢喜。愿一生要跟对你，阮的心献上予你。愿一生要跟对你，因无你，甲你行来讲，愿一生要跟对你，愿一生要跟对你，阮的心献上予你，愿一生要跟对你，因无你，甲你走，愿一生要跟对你，愿一生要跟对你，阮的心献上予你，愿一生要跟对你，因无你，甲你决定，愿一生看靠，只有乐苦甲忧愁，紧紧过去无留啥物。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，愿你的阳光下，求你的美妙，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，愿你的阳光下，愿你的阳光显明。
至诚的主上帝，感谢你对阮的疼痛。你伫年头的日子，用你极大的恩典应允，亲自成就一切关系阮的代志。伫年底的时阵，借着基督降生的纪念的日子，互阮搁再一届想念上帝你对阮的疼，基督为阮的牺牲，所以阮直到今仔日会通靠着基督牺牲、疼痛、救赎的恩典，罪得到赦免。过犯得到度抹，拢因为天父上帝你的疼。愿感谢所享受阮这么大、这么大、这么大的恩典。愿佮将阮家己放伫主上帝你的手中。天父上帝，愿向你恳求，求你赦免阮拢总的罪过。洗除阮一切的过犯，为阮做清气的心，互阮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叫阮一生的年日，伫你的面前受你的恩赐，因着圣灵运行伫阮的内面，互阮靠主刚强，互阮伫你实果的下面。听候灾害过去，互阮伫圣灵的同在当中得胜，搁得胜。感谢赦免阮拢总的软弱，感谢应允阮伫基督内面赢过四围的受得，感谢要引带阮伫主你的内面重新得到快乐，亲像老鹰展翅飞悬。伫上帝你的慈爱内底，见证上帝你的疼痛，向着周围的人，向着世世代代讲，耶和华是以便以谢的上帝，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，是疼惜阮的天父上帝。将一切荣光归于你，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，请。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，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阿免，请坐。这时咱要同齐来启用上帝的话。今仔日所要启用的，伫启用文第52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弟来用，何的部分，请咱一同来读。启应文52篇，我若会当讲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上的乐语，却无听，我着成了但的罗响的拨共款。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，也明白大用的奥秘，大用的知识，并且有全备的心，叫我会当将山开。却无听，我着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送向的人，佮写了家己的身躯，叫人来烧去。却无听，犹原甲我无益。听是恒久忍耐，个温慈。听是无怨妒，听是无自夸，无张狂，无做见笑的代志，无求家己的益处，无紧紧生气，无计算人的歹。无喜爱不义，只欢喜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毋忘，凡事忍耐。听是永无止煞。
如如今上上存的存的有有信信、有有望望、有有听听，这这三样三样其其中中上上大大的的是听是听。阿门。阿门。下面时间正道，咱请廖牧师。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。周报第4面，咱同齐做伙来上读今仔日主要的经文。同心做伙来上读，请。既然信耶稣是基督的，拢是对上帝来生。凡听生伊的上帝，也要听对上帝生的。咱若听上帝，又搁遵守伊的诫命，对安尼就知影咱听上帝的儿女。咱若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听伊了，并且伊的诫命毋是歹守的。因为既然对上帝生，就赢过世界。互咱赢了世界，就是咱的信心。赢过世界是啥呢？毋是迄个信耶稣是上帝囝的吗？这借着水甲火来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毋敢若是用水，乃是用水搁用火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。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做见证的原来有3种，就是圣灵、水甲火。这3样也拢归伫即。咱既然领受人的见证，上帝的见证搁较应该领受了，因为上帝的见证是为伊的囝做的。信上帝囝的，就有这个见证伫伊的心内；无信上帝，就是将上帝当作讲白贼的。因为无信上帝为伊的囝做的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是上帝赐予咱的永远话。这永生就是伫伊囝的内面。人有了上帝的囝，就有了生命；无上帝的囝，就无生命。我将这话写予恁信奉上帝的囝名的人，要叫恁知影家己有永生。咱若照着伊的旨意求啥物，伊就听咱。这是咱用伊所存坦然无惊的心。既然知影伊听咱一切所求的，就知影咱所求伫伊的无不得。人若看见兄弟犯了无抵到死的罪，就顶该为伊祈求。上帝要将生命赐予伊，有抵到死的罪，我无讲着为这个罪祈求。既然不义的代志拢是罪，嘛有无抵到死的罪。咱搁再一摆压头来祈祷。至诚的主上帝，愿伫这个时阵搁再一摆，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、基督的救恩，来到伫你施恩的宝座面前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从，为爱来降生，出伫你的恩典。今仔日，阮才对着瘟疫当中来得到存活，对困难当中来得到坚固，对你的灵敏内底，阮来得到徛在。是你的听一路保守阮，是你的灵敏一路原谅赦免阮，因为你是听，互阮会通常常笑念你对阮的听，互阮搁较听你，搁较疼惜阮身边你所想所阮伫基督内面所有的兄弟姊妹，愿仰望你，愿仰望你。愿仰望你。
由主圣灵，搁再一届运行伫阮当中，互阮三甲伫即个日子，感谢、学乐、甲敬拜，用阮的活命来伫未来的日子来服侍你，服侍众人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古早的时阵，有一个乞食，伊摕着一个盆仔去甲人分。这个盆仔是一个铜的做的。了的时阵，伊就是安尼摕着这个盆仔，一直甲人分，一直甲人分。对着伊的生活，一直安尼经过。总是呢，伊无求荣华富贵，伊无求什么货，伊做乞食嘛做甲非常的欢喜，莫讲真常的欢喜，就是伊安尼感觉，反正我出世，我就是乞食命，也无啥物通好讲的。一世人就是做乞食，就安尼来过，所以伊就安尼做乞食，一世人。一直到伊40、50岁的时阵，咱叫伊找一份头路，会当重新开始。伊讲袂啦，做乞食嘛袂歹，做头路也无一定比乞食搁较好啊。就住伫一个下客的厝内底，就摕一个盆仔安尼分安尼分，所以伊就安尼过着伊的日子。但是咱敢是毋望咱会当做一个乞食？我相信咱无一个人愿意做一个乞食。当然有另外一种乞食，或者职业的乞食。迄款做职业的乞食内底，因是利用人的同情心，了后，佫有一个集团，一世界去分。有诶进前的时阵，有一届有一个人吼，来甲咱教会，了后伫个所在市电铃，甲牧师讲，牧师，你敢会当互我100、200？足进前的年前，迄阵啊100、200，有那算真大圆啊！迄阵啊便当一个才40、50块尔，伊就甲我讲，你敢会当互我1、200呢？我头先的时阵会互因，但是尾来的时阵，我发现原来这人吼，伫正教会内底优势了的时阵，阮有一届咧讲起来的时阵，牧师伴做伙咧讲的时阵，才讲迄人是毋是？散骑一台脚踏车，阮就讲有嘿是，我若有去恁教会有好，甲讨200咧，甲100，所以迄款的集团内底，有个人就是安尼。进前的时阵，嘛有一个老和尚，虽然老啦但是就是简单，但是气力阁真好。了伊伫共分的时阵拢爱分50箍，人若无互伊50箍伊就共骂。所以你会看到有一寡即乞食的集团，迄是另外一种。但是今仔日咱无要讲即款的乞食。伫咱一般的人来讲，咱无毋望咱是做一个乞食，咱乃是毋望咱家己会当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咱若是伫软弱，咱毋望咱会刚强；咱若是有病痛，咱毋望会健康；咱若是丧凶，咱会毋望富足。咱袂讲无就随在伊安尼经过去，毋是，咱的生活较毋是即款的情景。咱的人生内底，伫上帝的听内面，有一款的期待，甲毋望讲，毋望咱的日子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有新的祝福临到伫咱的内面。圣经讲是上帝为咱开一条路，耶稣基督降生，伫圣诞节的日子安尼讲。既若是信耶稣是基督，拢是对上帝来生。迄个时阵，约翰写批，或者犹太人对着因劝勉，因伫迄个所在，伫遐讲，一个人要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要有新的祝福。迄个时阵，犹太人是相信上帝的。约翰三书内底，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内底，写批或者犹太人，迄个时阵。犹太人是信上帝的，但是是无相信耶稣的。
所以约翰写批甲伊讲：你若信耶稣是基督，信耶稣是基督。进前的时阵少位传道有甲咱分享过，基督就是君王、祭司，又阁是先知。先知将上帝话带到咱当中，君王来担当咱一切的丧凶困难，照顾咱。祭司为咱会做伫上帝面前代替祈祷甲恳求。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应允的迄一位弥赛亚，就是上帝，就是伫迄当中所讲的，要对恁当中兴起一个兄弟，亲像摩西的，但是比摩西佫较水的，佫较完全的，甚至是完全的。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当约翰写批或者犹太教的信徒，或者犹太人的时阵，伊甲伊讲：恁若要真正得到新的活命，要真正成做上帝的囝，毋是干那信上帝。伊伫这个所在讲：恁若信耶稣，就是君王，就是祭司，就是先知，三个身份合做一个的迄一位，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。恁所期待迄一位已经来了。所以你爱认出伊来，爱甲伊三甲同行。你若安尼相信，你就是对上帝所生。所以约翰甲伊讲，你爱信耶稣，毋是干那甲耶稣当做一个牛人，毋是甲耶稣当做一个教主。耶稣伊是人，但是伊是道，上帝的道变做人的款式。伊是教主，但是创造毋是伊的心情，毋是伊的期待，伊真做救主是伊来到世界唯一的目的，要甲人带倒转去到伫上帝面前。所以约翰甲因讲：你若真正要成做上帝的囝，你一定爱认出这一点，安尼你就会成做是一个对上帝所生的囝儿，爱信耶稣是基督。这是第一点。人要怎样对上帝来生？第一，你一定要相信耶稣就是基督。这一点若无相信的时阵，你犹原行伫家己的修行，犹原靠着宗教律例，伫迄个所在望会当得到救。约翰甲伊讲，迄无路用，因为若无真正的实体，所有的形式拢总是无效的。牛甲羊现所做的功德，若是会当真正拄做，那安尼送向人就足可怜，就袂得救。因为伊无牛，伊无羊通去献，送向人真可怜，因为伊无钱通去做功德，安尼伊一世人袂得救。所以约翰甲因讲，咱爱认出这一点，耶稣就是应允要来的迄一位弥赛亚基督。伊是先知，将上帝的救恩对天顶带来到世界，将上帝的话显明，互咱安怎样活，安怎样做。伊是君王，做国王的，毋是咧讨家己的欢喜。做国王的是保护百姓，是照顾百姓，是为着百姓咧设想，为着百姓所有的好处咧拍拼。迄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君，才是一个真正好的国王。迄才是圣经所讲的国王、君王、牧者。了，伊是祭司，伊知影咱的软弱，所以伊甲家己的性命献伫祭坛顶，献伫十字架顶，担当咱所有一切的罪过。这才是基督。恁已经有看到这个代志啊！约翰甲这犹太人讲，所以恁爱认出来，爱信耶稣，爱对心内底明白过来，接受这个事实，你就会成做上帝的囝。当你成做上帝的囝的时阵，你就会赢过这个世界。你信耶稣是上帝的囝，安尼你就会成做上帝的囝。
因为圣经对咱提醒讲，上帝话对咱讲，人若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赏赐予伊一个官柄，做上帝的囝儿。约翰伫约翰福音内底，伊安尼甲百姓讲过，伊今仔日也对咱讲，伊也按照迄时代，当伊写约翰一书的时阵，伊甲遐犹太人讲，恁的确着爱知影。你有权柄，会当做上帝的囝儿。耶稣基督已经甲咱带倒转去，咱的罪得到赦免，咱的刑罚基督替咱已经承受啊！一日罪袂当罚两届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所以基督既然替咱来死啊，咱就因为信耶稣是上帝的囝。咱就也因为安尼来成做上帝的囝，总是伫这当中，伊讲怎样呢？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咱会当遵守伊的诫命。但是伫这当中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迄个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毋是指着这个律例典章的尔。10条诫当然是上帝的诫命，但是下一个部分第2段的时阵，咱会通看到。上帝咧做见证，上帝咧讲话，上帝安尼讲，上帝讲话的真实。伊讲上帝的口中出来就是诫命。上帝讲日头爱发光，日头就遵守诫命，伊就发光。所以上帝的话就是诫命。上帝讲我听你，这就是诫命。宇宙内底无有任何倒一个能力会当阻挡上帝。无有任何倒一个能力会当阻挡上帝来听惜咱，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诫命。宇宙所有的能力，拢爱收起来，拢爱顺探上帝的诫命。上帝讲：廖伟立生，我要听你。安尼无其他倒一个能力会当挡掉来讲，上帝，我毋准你听廖伟立生。无，上帝讲：张光辉，我要听你。上帝就一定会听你到底。上帝把你的名字安尼讲出来，所以正着这个上帝所讲的话，伊就是诫命。安尼，上帝伫这个所在讲，咱若遵守伊的诫命，这就是听伊，并且伊的诫命毋是歹守的。既然是对上帝来生，咱就有权柄赢过世界。你知影？老爸讲啥？因囝虽然做毋对去。但是，伊老爸讲的话，敢会改变？袂用。囝有承受产业的权柄。即使有一天我离开世间，我的财产就是牧师娘的。即使阮两个拢离开世间，阮的财产就是金月新的，就是阮的查某囝的。虽然无一定，我的查某囝伊检查有做啥物毋对的代志，但是敢会影响伊后生查某囝的身份？袂。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上帝已经甲权柄互你，你有这个权柄。上帝安怎样赢过世界？你口中所出的言语，你心中所想的心思意念，也当赢过上帝。你是上帝所生的，伊又安尼讲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既然赢过世界，咱有这款的信心，咱有这款的明白，但是赢过这个世界，敢毋是迄个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囝吗？当咱有这个相信的时阵，罪敢会当颠破咱？袂当，敢会当控告咱？袂当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成就这一切。并且伫这当中，伊又搁安尼讲，你请看第7节，伊讲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犹太人真清楚明白这样代志，先知真先知哈，真正的先知所讲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。拿单去指责大卫，大卫想讲伊所做的代志暗砍了真好势，但是上帝亲自甲拿单讲。你去甲我的奴仆大卫讲，拿单就去了。以利亚
伫迄个所在祈祷，伊看到整个的社会的歹，伊看到抗旱的日子，伫迄个所在无水，上帝甲以利亚讲：你去甲亚哈王讲，马上就会有落大雨。你会当看见犹太人对着圣灵，因检采毋是称作圣灵，因称作上帝的灵。但是咱知影，到今仔日，咱称伊就是圣灵。所以伫这当中，伊讲犹太人真明白圣灵运行伫人的当中。今仔日圣灵伫新约的时代内底，对咱来讲，抑搁较是有即款的权柄。圣经内底伫哥林多书信内底讲到有两种的言语，一种或者知识性的言语，一款或者智慧的言语。知识性的言语甲智慧的言语有啥物款无共款呢？知识性的言语，有的人当伊为着人按手的时阵，伊就会当讲出伊过去的代志，伊会伤心，伊会艰苦。但是你会发现一样代志，即款知识性的言语内底。上帝甚至有的时阵会指出伊所行的毋对，但是上帝袂甲伊的毋对讲出来。上帝伫迄个所在甲伊讲：你有某这样代志？伊就是讲，毋是讲你偷摕人的钱。上帝讲：你有某这样代志，互我真艰苦。迄个人的心就会醒悟过来，伊会明白上帝所讲的是啥物话，就是。知识性的言语是讲过伊过去的代志，另外一款是智慧的言语。上帝感动人了，讲出你将来会发生的代志，了你检采会付出一款什么款的快乐，了你会成就迄个将来要成就的代志。圣灵到今仔日抑搁安尼做，圣灵到今仔日抑搁安尼做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所在讲，圣灵对咱提醒，一个人真正要对上帝生，有三种的见证：第一，伊相信，伊认出耶稣就是基督；第二，伊赢过世界，因为伊有囝儿的权柄；第三呢，就是伊会听。如果咱拢总是对上帝所生。咱相信圣灵，咱相信天父上帝，咱也相信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。安尼，咱就是兄弟姊妹。伫天父上帝的听内底，咱就会真正彼此相听，咱袂互相冤家。约翰伫这个所在讲，遐基督徒甲犹太教恁遮的人，其实恁是合作伙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所以今仔日。有个人问讲牧师啊，咱是安怎有这信教会？哦，有个人问讲，是安怎因有这长老会？是安怎因有这浸信会？牧师那正济会，是因毋对啊，咱毋对，无毋对，拢总无毋对，是治理教会方式无共款的尔。长老教会内底强调教会爱有好的管理，所以爱设立长老管理。教会，所以你会当看到啊，长老教会啊，迄个管理的方式啊，每一年咧开会的时阵，拢是咧讲这管理的方式啊，治理的方式。所以长老会发几个一本遮尔高啊，收了搁再收啊，每一年哦，原本古早的时阵安尼报啊，搁来一直来，即摆已经收到一本遮大本啊，是古早的2倍。但是就是求迄个治理的方法。圣教会发几无几页，其中所强调的一项代志，就是爱活出圣洁的活命。甲上帝相亲像，浸信会强调一项代志：基督既然是对约旦河的水内底佫起来，所以因着强调一项代志，一定爱浸水咧。哦，对水里内底佫起来，我无讲安尼毋对，但是有诶时阵，咱会当看见一寡人检采伊伫病床的顶面，啊无咱甲伊如来约旦河。再搁甲浸落，搁起来，就还未去到约旦河，可能伊就大声去建主啊，敢毋是？但是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咱伫这个所在，上帝来为这代志所做见证。所以，咱若是伫当中照着上帝圣灵运行伫咱内面来所行的所做，咱就会听
咱的兄弟姊妹，咱会听长老会兄弟姊妹，咱会听浸信会兄弟姊妹，咱会听天主教的兄弟姊妹，甚至搁较一种的，有一寡人伊现此时也未信主，伊号做无道友，伊号做未信者，伊毋是号做毋信者。各位知影未信者甲毋信者是啥物意？有啥物差别无？未信者是我即摆也无明白。所以我也未相信，但是我若有明白我安怎，我一定会相信。啊，毋信者是啥？你著是甲我讲清楚啊，我嘛毋是毋信啦。哦，所以这是两种无共款。所以约翰对着这犹太人讲：基督徒毋是恁的仇敌，基督徒是恁的兄弟。所以咱是兄弟姊妹。毋是干那咱安乐圣教会，旧台南市有6间圣教会，台南安乐宗明，世界之光，了开山，还有东门，这拢是咱的友好教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就是整个台湾圣教会嘛，是拢安尼好友好的教会。所以咱会当明白，咱是对上帝生。那安尼，搁爱一届想倒转来，毋是敢若犹太人疼惜咱哦。咱爱安怎？咱爱疼惜犹太人，对无？因为福音是对因所予咱的啊，只是因暂时无明白啊。因毋是毋信啊，因是啥？也无甲耶稣认出来，伊就是。基督就是弥赛亚，所以咱怎样证明咱是对上帝所生？有3种检验的。第一，咱就是认出耶稣就是应允要来的弥赛亚；第二，就是咱已经有信心，知影咱是上帝的囝，咱会当赢过这个世界。基督安怎样啊赢过世界？咱也会当赢过这个世界。第三，就是咱会听。上帝所生，上帝怎样疼惜照顾咱、拯救咱？上帝也同款疼惜其他的人、拯救其他的人。所以，这就是证明了咱是对上帝所生。约翰伫这个所在讲，我甲你讲，这一个代志足重要，就是恁知影，恁经历过上帝，恁嘛知影恁的祖先伫西奈山。领受了10道诫命，恁嘛知影恁的祖先对着埃及出来，恁嘛知影恁的祖先出埃及，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，恁嘛经历过上帝怎样对着少数的人建立到恁真做上界大的国家、上界尊荣的国家，列位的列国拢来向恁敬拜、来进贡。约翰对因讲：恁知影上帝。恁知影上帝，恁认捌上帝，恁确实相信上帝的作为。好，安尼因讲，约翰对因讲，恁安尼伫遮呢，明白了上帝，亲爱兄弟姊妹。伊安尼的时阵啊，约翰对因讲，恁真正认捌上帝。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来工位啊，你搁徛起来一下好，歹势啊，你哦，这有这工位啊啦。那我知影伊吼，工位啊，你介绍有3个查某囝对无？是哦，对哦。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我甲恁讲，伊真正有3个查某囝，啊无你家己讲，你3个也4个。无，毋过该先是2个吧？你知影我要讲啥无？我甲你讲吼，伊有2个。我咧甲你讲吼，伊有3个查某囝，伊着做见证讲有3个。我讲2个，我是讲毋对伊，但是伊是因查某囝的老爸，伊讲的会比我讲的搁较准，搁较真，对无？各位会当了解这个我要讲的好，多谢工友谢谢。安尼我要讲啥？圣经伫这个所在讲。我约翰甲恁做见证，过去的时阵，我伫恁当中，甲恁同齐做伙生活。
你知影，我无对恁讲白贼。恁若是相信我所讲的，但是恁知影安怎样啊？上帝对恁所讲的哦。今仔日做见证的，唔单单是我约翰，就是恁家己嘛会明白。就亲像我刚工位遐安尼讲的时候，我可能会讲唔对，但是恁嘛抑阁相信我会认真甲代志讲互清楚。所以恁会明白这样代志，工位仔确实有3个查某囝。亲爱兄弟，即摆恁若相信牧师所讲的，你搁较爱相信的是啥？上帝家己讲的。这就是安怎？牧师甲你讲，你爱真认真读圣经。牧师检测原来有可能会讲了无对同，虽然伊原来真认真咧讲，但是你搁较爱相信的是对上帝来领受活命的真理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上帝为耶稣做见证。哦，这一点足重要。恁相信先知，恁相信祭司，恁嘛相信恁家己所听到的。但是，亲爱兄弟姊妹啊，约翰对因这犹太人，对着这以所牧养的这兄弟姊妹讲，恁着爱相信，恁真正知影上帝，恁真正认捌过上帝。安尼，上帝所做的见证，恁敢唔是更较爱听吗？如果恁听先知的见证，如果恁听祭司的见证，如果恁嘛听我的见证，但是我的见证拢是，无论是我，无论是祭司，无论是先知，无论是倒一个牧师，所有的见证，敢唔是拢对迄一位上帝所来的见证吗？所以讲，恁的确得爱相信这个见证，这是重要。相信上帝所做的见证，比相信人所做的见证还阁较真，还阁较实在。并且这个见证内底讲啥？做见证有3个，怎样的3个？圣灵、水、甲火。头先来讲到水，耶稣基督去受洗的时阵，当伊对水起来的时阵，天顶有声音，圣灵讲。上帝伫迄个时阵，天父亲自安尼讲：“这是我所听的囝儿，恁着爱听伊。”上帝家己对水内底起来的时阵，伊做了见证。第二，基督已经伫十字架顶替咱来死，伊流出伊的血，成做真正牺牲的祭物，比牛甲羊更较水，更较真实。伊搁较是伊搁伫上帝迄一边，伊是上帝，但伊正做人的款式，所以伊是人。所以既是人，伊又搁是上帝，搁是神，所以伊是人甲神合作伙的。所以伫人这方面有救赎的能力，伫上帝迄边交代会过，伫灵界伊交代会过，伫物质的世界伊嘛交代会过。所以只有伊，又搁是神，又搁是人，安尼救恩的桥才游会起来。所以伊讲，恁爱看，血已经流出来了。真正祭坛顶的羊羔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见证恁有看到。第三，圣灵伫迄个所在所做的见证，不但是感动伫当时的人，伊也伫基督的心肠内底运行。所以伊靠着圣灵的溃烂。优势所有的官市、城府，伊伫迄个所在，医治人的病痛，伊甚至互人对死过活，是因为圣灵伫伊的内面，甲伊三甲同在。当这见证，伊就是上帝的囝儿，伊就是上帝的本身。这个见证，上帝已经明明透过这3方面。来显明啊，犹太人啊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抑阁甲耶稣基督当作是一般的人、一般的教主吗？毋是，咱一定要认出，伊是和世界的教主完全无相像的，伊是救主，伊是神，伊是人，同齐合作伙，所以才有法度成就救恩，带咱倒转伫上帝身边。
互咱成做上帝的囝，互咱会当赢过这个世界，所有的困难、瘟疫，甚至死亡。赢过的意思毋是袂死，赢过的意思是咱阁有能力重新对死阁活。耶稣基督已经做了见证，迄个见证是上帝。圣经讲，上帝互伊对死阁活，所以这是真见证。亲爱兄弟，咱爱认出这一点来。耶稣基督是救主，超越救主。甲恁身边兄弟姊妹讲，耶稣基督超越救主，伊是救主。来甲伊讲，耶稣基督超越救主，伊是救主。阿门。第三呢，伫这当中，伊安尼讲，你领受这款耶稣基督怎样的权柄，你嘛有怎样的权柄。其中佫较有一个重要的是，你有一个权柄，你有基督的权柄。基督的权柄对人来讲是足重要的，因为咱人伫世间有苦难、有征战，但是透过基督，咱会通实行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权柄。当咱真正愿意成做上帝儿女的时，就是咱受洗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救主，咱就成做上帝的儿女。是安怎要爱洗礼？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圣灵感动你的心，你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救主，这是一个见证。第二个见证是你证明了上帝伫你的内面感动了你。第二，所以爱借着水，借着水就是洗礼，就亲像基督受洗同款。借着火，就是我愿意放落家己的权利，我来顺探上帝所讲的话，迄就是牺牲，就是火。我唔惊人对我的反对，就是世界拢反对我，但是我犹原要遵守基督所讲的话，上帝所定定的权柄。当你安尼做，世界会反倒转来军对你。所以这是安怎？咱要接受洗礼，因为透过圣灵感动咱，咱嘛愿意牺牲，遵探上帝的话。但是借着水这个洗礼来用着物质的世界来宣告，也用着属灵的世界来宣告。对当以后，我有上帝儿女的身份，所以我有权柄。上帝会听人的祈祷。但是我要甲你讲，上帝真正会较听真实基督徒的祈祷。以利沙有一届，伫国家战争的时阵，有国王伫迄个时阵要来甲伊问讲有啥物代志，有啥物上帝的启示无？上帝对迄个北国的人甲伊讲：你走，你根本都无听上帝的话，你要来听。你听上帝的话，你嘛袂遵守，你离开啦，所以我嘛袂甲你求问啦。了时阵，南国迄个国王来甲伊讲：无啦，你帮我听看觅，甲我求问上帝，看伊有啥物指示无？上帝伫迄个时阵，甲北国的国王以利沙伫迄个时阵，甲北国的国王讲：我若毋是看到犹太王的正面。若毋是看伊的面子，我就无为你求问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真正会听，特别听一寡人的祈祷。人拢会祈祷，但是你会看到有一寡人的祈祷，因为伊甲上帝关系的亲密，上帝真正会较听伊的祈祷。迄个人无一定是牧师哦，有的时阵。兄弟姊妹，伊的祈祷也有可能会超越过牧师。上帝听兄弟姊妹的祈祷，有可能会超越过上帝听牧师的祈祷。是安怎？因为迄个人检测，伊和上帝连结的关系，赢过牧师和上帝连结的关系。
所以，毋是积分，是身份，是迄个和上帝亲密的关系。最后，伊伫迄个所在讲，恁爱斟酌。基督徒的祈祷，你家看，第14节，咱若照伊的旨意求什么，伊就听咱。这是咱按着伊所存坦然无惊的心，咱就当完全无惊吓来到上帝面前。咱若该求什么，伊一定会赏赐予咱。但是有一个足重要的条件哦，毋是你开喙什么，上帝就予你什么。14节咱过来读一解，预备，请。咱若照伊的旨意求什么，伊就听咱。这是咱按伊所存坦然无惊的心。搁读一解来，咱若照伊的旨意求什么好？所以咱是啥？咱若照伊的旨意求，但是照伊的旨意求什么？15节、16节、17节咧讲这样代志。基督徒上界重要的官兵祈祷，上有能力的官兵祈祷，是为着人的罪来祈祷。有斟酌看出来无？16节讲，看到兄弟姊妹犯罪，爱安怎为祈祷？这是甲14节相牵连的。兄弟姊妹的罪，咱若看到，毋是甲伊批评，毋是甲伊礼骂。是了解伊的软弱，爱为伊祈祷，爱一步一步带伊归向上帝。你知影，当咱若安尼行安尼做，一个圣洁的团体会带出能力甲温哥，是因为其中的人照上帝的旨意咧祈祷咧恳求，迄个教会就会有大有能力的教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一年已经要过去，咱嘛经历过真济对上帝所来的疼，但是咱嘛承认咱的性情遗传对着咱父母的欠缺。虽然咱极力来补满迄个欠缺，但犹原咱补了无好势。人若要靠家己的气力将其落尾，伊犹原敢若是杀绝望的灭亡的尔。但是伫上帝恩典内底，咱毋是修补，上帝是甲咱的活命完全换新，甲咱内底杂质甲伊炼掉，就亲像迄金仔共款，放久啊会安尼噗噗雾雾。但是上帝用烈火，用着基督的火，用着伊的疼，甲咱用互伊新，用互伊水。等下咱要来守圣餐，咱爱会记哩，这个圣餐是基督的身躯，是基督的血，要洗除咱所有一切的罪过，要互咱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。咱就用信心来领受。咱就伫伊的面前，用敬虔感恩，同齐向上帝讲：上帝是，我毋是靠家己的气力来得到救，我是靠上帝圣灵里的气力，我甲你同工，互我会通活出上帝你囝儿的本质，并且透过基督的权柄，为着人的罪来祈祷。体贴人的软弱，甲因带到上帝你的救恩内面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至诚的主上帝，感谢你的疼痛，因为你的疼，阮所以无搁再惊吓，我会通称你做阮的阿爸爸。愿你伫即时继续施恩怜悯帮助阮，互阮会通伫你的内面，重新过着阳光、平安、圣洁的日子，互你所应允的恩典甲疼痛，完全成就伫阮当中，是因为阮愿意遵探你的旨意来行，愿你的阳光显明，愿你的慈爱继续来牵阮的手，
行人生的道路，见证你家己的名伫阮当中。恳求祈祷感恩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这是咱的三甲做伙来共守圣餐。请咱三甲做伙陪伴咱的心，同齐来领受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咱要同齐来共守圣餐。诚心邀请囡仔奉爸囝圣灵的名来接受洗礼的兄弟姊妹，同齐来纪念主，并且伫咱每一届纪念主的日子，咱的确都爱伫其中用心来孝念咱家己，孝念基督对咱的救恩。咱得用信心来领受，相信耶稣基督会洗净咱一切的罪过，并且也得爱奉献家己的生命，因为做见证的不但是上帝为咱做见证，替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今仔日咱家己嘛爱着上帝来做见证，受圣灵的感动，所以咱成做上帝的儿女，咱也借着水来洗礼，成做记号，成做见证。总是第三个见证是咱爱愿意甲主同行，顺服主。圣经讲，你的顺服毋是困难的，因为圣灵会帮助你。所以你我咱拢就应该三甲做伙，学习亲像基督的牺牲，迄就是会的意义了。咱的牺牲，咱甲罪恶抵挡，也无到老血的地步。但是迄个愿意对待基督、牺牲家己、遵守上帝旨意的心，就是证明，迄就是咱的血了。圣经讲，每逢恁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的时阵，都爱家己审察，都爱用信心来领受。若无，你就是咧借啉家己的血。愿咱伫做的面前，用心陪伴来领受基督为咱所拍破的身躯所流的血。即使你若是还未接受洗礼，请你暂时无领受这个饼甲杯，或者是你感觉今仔日你的心无平安，你原来会当暂时无领这个杯，虽然你已经受洗，咱一定爱凭着信心来相信、来领受。若无，就是咧借啉家己的罪。咱请工位兄甲小英做三甲做伙来分这个饼甲杯。基督受卖迄阵个，摕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。讲恁摕去食，这是我为恁所拍破的身躯，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恁所拍破的。恁每逢摕到这个饼甲杯的时阵，就要彼此三等待，也得审察家己，并且用信心相信，这是基督为你所受的刑罚，为你拍破的身躯，
为了要将伊的生命分享给你，你得用信心来守条这个道理，通互基督的救恩在你的活命内底彰显伊的能力，甲你三角同在。就用信心伫主的面前来审察家己。每一项你证明伫主面前的罪，上帝咱的天父拢会用伊的救恩，借着基督的血来洗净你所有一切的罪过。咱三角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借着基督为阮拍破身躯，将到活命赏赐予阮。主耶稣，你讲这就是你的身躯，食你的肉，啉你的血，就活命伫阮的内面。所以，阮用信心要来领受你所为阮拍破的身躯，就是你的肉，会当成做阮活命的更新、属灵能力的来源，互阮靠着你的活命赢过这个世界。愿当心用信心来领受你所赏赐阮的身躯，愿你照你的话成就你的救恩、权柄、能力，伫阮的身上来运行。来见证你的名，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当者用信心来领受基督为你所拍破的身躯。饭后，耶稣基督提起杯来，祝谢了，本互先讲，恁提起啉，这是我为恁所流的血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血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血。每用恁摕到这个杯的时阵，也当爱彼此等待。相信基督伫十字架顶为你所流的血，洗净你所有一切的罪过。你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。伊安怎样赢过罪恶？你的生命甲伊的生命联合，你会当赢过罪恶。伊怎样对死里搁活？有一日对死搁活的活命，也会伫你的内面全然证明出来。因为基督已经搁活。伊安怎样搁活，你也会安怎样搁活。因为伊讲的话一定会成就。世界照着伊的话来成就，恩典对伊所存，同款，伊的慈爱、伊话语应允，也必然成就。你得用信心宣告，上帝的力量要甲你三角同在。基督的生命会伫你的内面全然来成就。当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阮只是照你的话讲，食你的肉，啉你的血，
但愿伫即时阵用即个葡萄汁来表达上帝赏赐基督的活命的火，愿啉了，也要运作伫阮所有的血液内底，伫阮的灵魂内面，互阮会通照主你的话语，有能力赢过罪恶，有能力疼惜阮的厝边，有能力为主来活。照你所讲，食你的肉，啉你的血，有你永远的活命，有你救恩的能力，有上帝儿女的权柄会运行伫阮当中。阮所以用信心来领受，照主你的话，阮安尼行，阮来相信，这稳定能力权柄也一定会伫阮的心上显明出来。阮同心祈祷领受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免，当这用信心来领受基督为咱所留的血。请咱起立，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因为你今日伫伊的面前，照基督所吩咐的，遵守伊所设的圣餐，互你伫地面上领受上帝儿女的权利、上帝儿女的权柄、能力甲稳定，互你真侪一个大道的祭司，为人来牺牲，亲像基督愿意牺牲家己，成做众人的祝福同款。伊的活命流动伫你的心上，你活的无搁再是为家己来活，乃是为着基督来活，见证伊荣耀的性命。愿你今日遵行伊的话，将来也要伫上帝国甲主耶稣基督同齐伫迄个羊羔婚姻的宴席，三甲做伙坐倒，甲伊同齐徛起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请坐。这是咱要三甲做伙来分发这个上清的礼金。所以呢，咱请65岁以上的这些兄弟姊妹吼，来到伫头前，好无？哦。来，咱请咱65岁以上的兄弟来到头前，好无？吼，谢谢。来，徛去顶悬无要紧吼，来。我有一届去教会，去北京教会的时阵吼，我若看到迄上清吼咧发这个礼金吼，了的时阵，我就看到一个情形吼，就是。结果上清起来的时阵哦，下骹面煞无几个人，安尼知无吼？来，所以感谢主哦。来，啥物人来甲咱翕一张相咧，好无？吼，谢谢。来，感谢主的稳定，来，请用，谢谢。来，感谢主的稳定，来，请用，谢谢。来。妈妈，上帝甲你祝福，上帝甲你祝福，谢谢，上帝祝福，上帝稳定同在，谢谢。来哦，活得越久，领得越多哈，感谢主哈，来，谢谢，感谢主，来，谢谢恩芳兄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来，感谢主稳定，谢谢，谢谢，谢你哈，来，谢谢，来，感恩兄，谢谢。艺术节，芝华节平安，来，是不是拢有摕到啊？有来下骹面，阁有人65岁无摕到的无？爱起来哦，哈！若无就当做牧师的压岁钱啊哦。好来，大家拢爱翕无着哦。哎，
来比一个小爱心，感谢上帝听堂。谢谢，来，咱拍拍来祝福咱这乡亲的兄弟，谢谢，感谢主，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哦，好，谢谢。咱感谢上帝听堂，乡亲会当活到这个年纪，是一个真大的恩典。圣经讲，咱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勇行会当到80岁。总是咱一生的年日，就是咧见证上帝的听。只是咱三甲做伙起立，同齐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每一届的奉献，更较是咧感念上帝伫咱年日的恩赐。求上帝教示咱，互咱明白伊的心意。互咱伫个听内底，甲伊同心同行。咱同齐来吟唱诗歌，同齐来奉献。求你教示阮所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着智慧的心，因为伫你看清年亲像过昨年，搁亲像阮一星。阮一生看靠，只有落苦甲忧愁，紧紧过去无留什么。求你早起时，用你慈爱充满阮，互阮一世人欢喜。阮一生要跟对你，阮的心献上予你，阮一生要跟对你，羡慕你，甲你徛起，阮一生看靠，只有落苦甲忧愁，紧紧过去无留什么。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，愿你的阳光显明。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照伊的应允讲，耶和华赐予你，保护你；耶和华的面用伊的面光照你，赐恩予你；耶和华甲你三甲同在，保守看顾你。互你一生的年日，伫伊的面前得到看顾甲恩赐，直到将来伫上帝的国，甲伊三甲徛起。互你的年日伫耶和华面前受纪念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今日咱第一堂主日礼拜就到这告一段落，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喂，来兄弟姊妹平安嘿！今仔日要特别要甲各位介绍吼，咱小鸟节伊的查囝吼，龚玲啊，佮伊的囝婿玉婷嘿，因进前吼已经完成结婚的登记，也有准备巧克力要甲大家分享伊的喜乐，所以愿上帝祝福互因的婚姻。